經典工藝世代流傳，真正嘅價值需要專業為你揭示。今日長城睇真啲，帶大家跨越百年，欣賞瓷板藝術。粉彩技法誕生於清代康熙年間，喺雍正、乾隆時期達到巔峰。精緻嘅切色、細膩嘅筆觸以及層次分明嘅光影，使粉彩瓷器大放異彩，遠銷海外。而瓷板畫係其中一個成為收藏界備受推崇嘅品類。佢係一種獨特嘅陶瓷版畫藝術。喺素瓷板上面，藝術創作者運用化學顏料手工繪畫、上釉，再經高溫燒製而成嘅一種平面陶瓷工藝品。瓷板畫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，而真正意義上瓷板畫則出現喺明代中期，喺清代達到咗鼎盛階段。而目前藝術品收藏市場上受到藏友熱捧嘅瓷板畫，都係民國時期製作。呢段時期喺書畫界享有名氣嘅書畫家參與咗陶瓷繪畫，進行跨界嘅藝術探索。陶瓷工藝中嘅青花、粉彩、釉淚紅等等喺瓷板畫上面充分發揮。瓷板畫兼具瓷器同繪畫嘅雙重價值，製瓷家同時亦都係繪畫家。著名瓷板畫家數量唔多，成功作品數量相對稀缺，能夠好好咁保存落嚟嘅就更加難得啦，所以推升咗瓷板畫收藏價值。汪野亭嘅山水樓閣飄逸，徐仲南嘅竹石清雅，黃大凡嘅人物細膩傳神，鄧碧山嘅鯉魚躍然紙上。呢啲大師嘅作品喺國際拍賣市場持續受到追捧，喺我哋長城拍賣會裏面亦屢次拍出亮眼成交。分辨新舊瓷板需要經驗同專業，老件嘅釉色溫潤，背板呈自然歲月痕跡，款式不易流暢，胎土經得起紫光檢測。而仿品往往有色生硬，款式缺乏筆鋒，邊角做工唔自然。長城拍賣評估行深度洞悉市場變化，掌握買家需求，亦深知每一件委託代表住你對我哋嘅信任，所以我哋會以最專業、最嚴謹嘅態度，為你嘅藏品揾到最佳曝光同埋競投嘅舞台。今日就先分享到呢度，想了解邊方面嘅資訊，可以隨時留言話我知。下一期節目長城繼續帶大家睇真啲，即刻打電話或 WhatsApp 我哋647-936-0001，睇真啲好傾啲㗎。